台北高级贵妇百货里，名声响亮的米其林餐厅，指定食材安全，原料来自台湾最南端。他当初来的时候是有派两位日本人，一个法国人来看的，来这里看。对。法国血统的安全品质获得信任。陈英达从父亲手中接棒，改良育种方式，让有动物人身之名的鹌鹑在台湾不再只是山产。要当种鸟的话，大概是在35天就会挑身体比较长，然后肩膀比较宽的来当种鸟。这养殖场挺奇特，转个弯紧邻民宿，1楼餐厅里就能享受鹌鹑美食。这个是红酒洋葱炖鹌鹑，椒盐跟蜜汁。我们先把鹌鹑呢处理好，然后腌制，大概放个1个晚上，然后再去烧烤。陈英达特别规划主题式的风格空间，楼上推开窗，直接感受万峦的农村气息。整个的休闲农业区不是我这一个点，你要跟周遭的很多农场啊、果园啊、牧场啊去做结合，那可能玩下来就会觉得它是很多样性的。所谓多样性，是把在地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的产业线串联，一种新休闲价值的概念。当然也结合时下最夯的乐活风，找了很多朋友来玩，然后也跟朋友一起玩，我觉得比较健康，对，要膝酸钙板，因为每天都要骑脚踏车。就来到这里，至少放松之外，你也顺便动一动。对。所以顺道问你啦，你高中嘛给运动，你喜欢做什么运动啊？起子行茶。起子行茶。所以这个到附近其实绕个大半天是很有的玩的。对，而且不会累。远山绿地蓝天白云，陈英达的小国度里，处处皆风景，处处有惊奇。好走嘛给运通，起次行茶。好走嘛给运通，起次行茶。